今日我哋終於離開富士山啦，逗留咗喺富士市3日，有2日係富士山俾雲遮蓋，我哋乘坐新幹線離開富士。新幹線由新富士站出發，我哋嘅目的地係去京都。我哋乘坐中午嘅新幹線子彈火車，花咗2小時零45分鐘。因為我哋喺新富士站上車，所以呢一班新幹線中途係停比較多站嘅。我哋只得快車，只係用2小時就可以到達京都。呢次嘅旅程，我哋由東京做起點，逗留咗喺橫濱3日，亦都逗留咗喺富士山嘅附近，大概3日，終於同富士山講拜拜啦！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嚟探你。下午時分，我哋去到京都。一嚟到京都北河，我哋就行下鴨川，感受一下鴨川古舊嘅建築，特別有一種懷舊嘅風味。喺鴨川散步，特別有一種舒服嘅感覺，一種懷舊嘅感覺。每次嚟到京都，都不忘行下呢一條細細嘅河川。今日雖然好凍，天氣只係得3、4度攝氏，比想象中寒冷。突然間，京都嚟一個冷風，好似話今晚仲會可能溫度跌到冰點。沿住鴨川兩邊嘅建築物，一到咗差唔多櫻花嘅季節，或者係紅葉嘅季節，就想嚟到京都一行。京都有不少嘅百貨商店，落咗去就來連忘返。七彩嘅食物，五光十色，令人大飽眼福之餘，仲可以選擇自己喜愛嘅東西。買一啲便當、糕點。今晚我哋揀咗我哋上一次嚟過嘅 Nikko Princess Hotel， 食一個我哋豐富嘅晚餐。嚟欣賞一下我哋晚餐嘅特色。多謝，我哋明天再見。